谢谢感谢，爱的摩卡摩卡摩卡，好好听哦！谢谢。来，这是谁唱的呢？好，然后前一阵子才在我们节目部啊讲说，这个歌手啊很不简单，为参加歌曲比赛，然后呢拍电视剧，搁拍到电影，包含了个人的 EP 有6张专辑呢，是包含 EP 对吧？包含 EP。哇，电影嘛翕呢吼，虽然是翕摄影师，啊，不过嘛就厉害的吼。然后今麦搁伫电视剧，哦，大家拢会当看到伊演迄个凯呀吼，凯啊，张振凯不是庄振凯啊，庄振凯是歌手。没有啊，跟他也有熟啦。对对对，他是五子登科，啊，佮摕到这个金曲奖对吧？对对。哇，真厉害！天地，哎呦，还是我歌好歹，无我都唱来给听。我们来欢迎黄文兴。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文兴。文兴伫咧过年了，来到咱的节目，甲咱好朋友介绍到伊上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叫做什么名？爱那是爱若是，爱若是爱那是有就这首好听的歌曲，头一首爱的摩卡，对，爱那是爱的摩卡，爱那是丢到家哦，丢到家。其实这个设计的方式就是爱若是要让大家去填充。哦，真的吗？没错，爱那是有本事你得把拍起来。我想要登去迄东西，对，真的耶，爱那是心碎的祝福。哇，国小老师应该要来听这一段。这个是填充词，其实就是用一些巧思，然后希望用这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在那边这个专辑的时候，爱那是啊，无你正常你听到的是讲，爱那是为什么这个专辑的名合了曲，好像没有一个结尾这样，但是这个方式其实是要让大家去填充后面10首歌，其实都可以填，对，都可以填，每首都可以，譬如讲。丢到家，爱那是丢到家，心脆心痛心魂，哎呦喂啊，食袂落去都散了呀，没错，爱那是幸福伫身边，对，哇，就像伊即嘛咧笑眯眯，大家拢笑眯眯，对吧？我觉得现在是你状况最棒的时候，是，以前是咧拍片的时阵，对，拍片，现在是慢慢在收成了，对，快出来，对，而且这张专辑我家己创作。对，然后2首歌曲，可是你今年很可惜，古年啦，都无演唱会。哦，因为因为演唱会，我感觉嘛是以现在的能量我觉得还不够，而且我必须要说，让公姐的老师会的是，现在票嘛不好卖啦，正常这个是不能讲的，不能卖。哇，你那我艺人家你讲啊，什么票不好卖？咱的秘密袂使讲。对，但是我其实要想，文兴为2010年发行《天地》，然后到2015年才有发的又是国语专辑，其实等于有5年的时间，没有发片。可是虽然有在荧光幕上一直跟大家见面，然后拍戏的方式，大家甲看到我，但是大家对我唱歌印象一直慢慢渐袂记哩啊。所以我拢会记你耳朵水啊，我会记你我的耳朵水。而且那时候对还跟林依晨、郑元畅对不？对，这会啊，你就是负责打扫的迄个嘛。对，阿星嘛，阿星嘛，对啊。你看这个印象还很深刻。当然，只是我觉得那时候唱片呢，可能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也不敢贸然的去做所谓演唱会的这个动作啦。因为其实我在发5届的时候有售票的演唱会，在一个小型的售票演唱会，台北的 ATT 4放，可是这个票就是还 OK 啦，对，还 OK， 应该还可以再好，对，还可以再好。可是我觉得必须要再储存一阵子的能量，然后让大家再更加的认识我。黄文兴就谦虚，伊已经是摕到金曲奖啊，已经受到咱这个评审的肯定了。谢谢。而且伊即嘛吼，演而歌则优，有无家己的创作？内底有2首歌，我甲你讲哦，伫过年前吼，我逐首歌拢甲听，大饼扫我嘛甲听，开车我嘛甲听，听落来是偌顺的，你知无？逐首歌，像迄有一首歌叫做《丢到家》，迄个转音，迄个灯音灯啊，我说。厨房灶开的时阵，是头压起来就得到家，是迄种的感觉，有吧？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成熟了，对，真水一张专辑，是，真好，真好。
天真的笑容，予人幸福的快乐，美丽的zan景，秘密的感动。爱你的温度，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光心内上精彩的故乡步。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拢有你的记忆。问我家己，互相伤害的过去，要安怎忘袂记？看着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写的情歌，淡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写的情歌，传开嘛心痛，最后人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啦。天真的笑容，予人幸福的快乐，美丽的zan景，秘密的感动。爱你的温度，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光心内上精彩的故乡步。厝内面每一个气味，拢有你的记忆。问我家己，互相伤害的过去，要安怎忘袂记？看着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写的情歌，冷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写的情歌，传开嘛心痛，最后咱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啦。看着遐个熟悉的字条，目屎哪会暗藏袂掉？无写的情歌，冷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写的情歌，传开嘛心痛，最后咱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啦。其实讲了这前一回的时咧，其实我发这张唱片嘛，是咧为这个台语的这个歌曲呢来前一回时咧。安怎讲呢？我起码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年纪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都大概快40岁了啦。对啊，对啊，那个没有什么好隐瞒。我跟你讲，现在 Google 上去，你那怎么骗都没用啊，Google 上去都弄查对吧？但是你保持了就好诶。谢谢。啊，就是我感觉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听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就涵盖很广嘛，就是国语跟韩语嘛，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对。可是对台语永远都是比较对，就是觉得他们不想去接触啦，因为无想要去接受，感觉这离年代伤远，甚至个感觉台语歌曲有淡薄仔怂。哎呦，对了，因讲的嘛是属实，因为我所讲的属实是你年轻人认定的这个所谓的事实。我嘛感觉真可惜，因为我感觉台语不是干那安尼尔啦，因为你来看，伫我20几年前，我听洪大哥迄当阵，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希望我的温柔会当解你的忧愁。哎呦，那也真水。对，那时候
我记得洪荣宏大哥一直都是唱《一支小雨伞》《满为熊爱玲》啊，对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可是他是属于比较演歌嘛，因为他有出国出去日本去。不过近期有较少年哦。倒火车倒打，有无？倒火车倒是。我近期有较少年，是，然后在转变。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个歌曲？20几年前呢？我就觉得好像是国语歌，因为我小时候是国语台语我都有听。国语当然是那时候刘德华、张学友，相信这个年代都会勾起大家的回忆。对。那台语歌曲就是罗时丰罗大哥啦，还有那个洪荣宏啦、杨宗宪啦，很多有没有？然后我就听，我就吓到，哇，这个歌曲怎么这么特别，好流行，好像国语的感觉。我看了一下作曲者游鸿敏。哎呦，游鸿敏不是唱国语了吗？孟婆汤啊，对。他不是唱，他不是那个不是唱，对，他不是唱那个5月的雪啊，是不是5月的雪下得如此凄美？他怎么会去做这个台语歌曲？你厉害呢，你国语也是，台语也是，厉害了。这样，因为这代表说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也是很喜欢国语，也很喜欢台语，就很喜欢唱歌嘛，很喜欢音乐。那我就觉得非常特别，我说哇，这台语真的厉害。可是20几年后，国语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跟格局了，你知道吗？可是台语好像原地也动没几步，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可惜，还是永远停在商业。对，咱一寡时代中辈定咧讲，咱的台语是真水的一个语言，真水喏，有八音。对，咱国语4个音尔。台语有8音，为什么4音的歌曲这么大？8音的歌曲，那等到这么少？局限了。我感觉这欠收听。对，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对，欠收听哈。对。世界每一个人拢有过去，在咱熟悉真正你伫倒位？你捌爱过谁人？谁人捌爱过你？如今对咱来讲，已经完全无意义。你在遐尼遥远是倒一年？在咱就怎的时间的感动天，讲予啥人来欢喜？为着顺啥人的戏？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我想要深深揽着你，你心跳的声才上真实。不管过去你是安怎，也是未来安怎变化，只有爱，咱会当来放弃。我无怀疑我的心内。也有你对阮的爱，我情愿付出我全部的爱。你来遐尼遥远是倒一年？的时间的感动天，讲予啥人来欢喜？为着顺啥人的戏？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我想要深深揽
敢会知影？最近伫即个网络当中，嘛有人针对着即个台语的文字的作品，可能有家己的看法较无共款吼。对啊，但我是安尼感觉，就是讲每一个人专业的部分，但听音乐就是足轻松的嘛。对，好人讲的 freestyle 嘛，吼，啊，都较轻松的旋律嘛，共款。今仔日来讲共款的音。佮换做无共款的语言，譬如讲日语的、韩语的，或者是讲其他非洲的语言，大家嘛听个写叫呢。你甲看那骑马舞有无？大家拢会晓跳啊。哦，啊是讲换做是日本的啊，什么 Apple Pay， 迄毋是日本我毋知影。对，对吧？日本的吼，对啊，但是你甲看，大家嘛是笑甲呢。因为换做台语的问题介济哦。对，因为问题我感觉就是所有的当为这个老师，我嘛是尊敬。伊的专业啦，伊的艺术工艺针对的抖音这个问题，抖音，什么是抖音？譬如讲哦，着到这啦，着到这，正常是爱着到这，咱着到这，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平常在发声的，比如说台语，它可能是4声，可是你把它唱成1声，是跟它倒反的。你丢到这就像问世间。对，可是他们就觉得丢到家，咱讲的就是丢到家。没使啦，你先丢到呢。对，可是他们反而是认为丢到家，他们这样才是丢，他们认为这样是有点像丢高。他们觉得这个倒音倒过来变成像丢高。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要因为这个所谓的韵脚或者是倒音的局限，那我觉得台语歌曲可能会被局限在这边，而且我再来说一件事，就是传承跟这个东西哪一个比较重要？传承哦，当然你要去枝微末节这些，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年轻人不见得会听啊。我跟你讲，爱先会晓讲啦，对啊，大家先会晓讲，拢嘛是为你爱先要接受啊，嘛，对，你若讲，定讲，你发这音唔对哦，无人敢讲啊。对啊，无人敢学啊！我若讲一句话出来，人都要甲我搞起跳。对啊，我会惊呢。那你像唱歌，他跟平常在讲话其实不一样的，而且讲话又有分北部有北部音，中部有中部音。不要说中部北部，台南跟高雄又不一样了。对，高雄跟屏东又不一样。是啊。那你要怎么去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我刚才讲即嘛国语就好啊啦，吼，国语有真侪少年囡仔外新闻，对，比如讲，对啊，烧脑，对啊，脑补，对，都无人甲伊讲这哦，对啊，重点是全民会团结。对大家会知影这是一股流行，对，这是一股流行，这嘛是一种的趋势。对，因时代一直在变化。我感觉若是讲歌曲，别因为安尼限制，限制掉，我感觉安尼台语可能永远就是该人做安尼。有一个艺人啊，伊拢伫伊个脸书写老公，老公，伊本来写因老公的对啊，但是我讲老公今天怎么样？老公今天怎么样？我嘛干嘛就够注意呢？老公，对，他就是有点可爱的方式。对，那我感觉只要不伤大雅，咱今仔不是伤害人嘛，对，不是讲去讲牙多讲嘟嘛，是，就是纯粹一个娱乐性的效果。对。无我问你 ，LA Boys 早期登来时阵，跳，我你送，跳，你别去笑。没错，真的，我还有，因为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喜欢跳舞，所以也有学过他们的，是吧？对，今天现在讲了，我真的想到，因为 LA Boys 那时候的时代，他也是台语的 rap， 台语的那个歌，他也是用流行音乐去唱台语哦，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是，而且总比你讲出来的一些文字，可能是我的小夸在讲错啦没啦对。我觉得总是你想要让孩子们他们有传承学习这样的语言能力，对他们有先爱介意。先会晓介意，对，感觉是足趣味的，有兴趣有兴趣有足趣味的哦。对，到家，然后迄个转音转到就水了。
我干嘛加水？哇，庆祝过啊，那还是一样的重申，是，我觉得很多要互相尊重，对，因为这东西是一种的智慧财产权、对智慧财产权，对，无一定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譬如讲台中人，伊有台中腔，对啊，伊叫妈妈，都不是叫阿母啊，叫妈妈，叫姨呀，一样，对不对？对好，还就是讲，咱讲买电风忙去宜兰哦，对，因为会衰十几年哦，哎，依然啊，宜兰会衰啊，会软软啊，女女软啊，啊，对不对？老女啊，你的，忙去遐买电风，啊你做生意人要安怎做？啊，对啊你永远咧甲讲人都要抗议啊，到啊，腔到咱鹿港，对中华鹿港的海口腔，对无毋啊这对？边咯，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对，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当然，问题，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文心，因为这个专辑是，真的很好听。谢谢，真正自头听到尾吼，爱那些都可以接下一句。没错没错， OK，我让今晚大家来填充，赶紧的来安排这首歌，好，大家来收听。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点点坐伫伊仔边，看着已经不在的残景，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彼当时。目睭刻刻亲像有听见。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寒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世界说来又说去，幸福相随。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要搁放开，点点坐伫伊仔边，看着已经不在的残景，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彼当时。目睭刻刻亲像有听见，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看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世界说来又说去，幸福相随。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搁放开。我想要返去彼当时，
希望时间会当为着咱来停止，停止所有悲伤的空气，袂搁心碎。我想要回去彼当时，免他所有残根秘密的过去，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搁放开。予阮会当轻轻讲一声。这内底有10首歌曲，2首歌你家己的创作我都很喜欢，我想要登去迄东西。还有一首歌就是《幸福伫身边》，哦，那个《幸福伫身边》好好听哦。是，哇，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个我先介绍这两首歌的起源好了。我想要登去迄东西是我在演这个郑凯健凯啊，这要跟自己的心爱的老婆就是离开之前，过世之前，然后最后那一场我要杀青戏，我的杀青戏要了的时阵，我想心内有足多迄种旋律啦，心内的旋律一直造出来，一直造出来，我就趁那时阵紧甲记录起来。而且我是有旋律的时阵就是副歌啊，对啊，副歌就是我就是手举摕，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是假说来又说去，幸福相随。我就大概有这个，就是有那种画面出来的，你知道吗？真的，我就赶快把它记录下来。我也有画面，真的吗？我虽然刚才有一点稍微音歪掉，我没有感觉。没有啦，就是用很自然、很纯粹的一个情感，不用太多的技巧去唱这个东西。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用心里面。发自内心唱出来的，然后就是因为那几场戏对我来讲，我其实感触还蛮深的。倒不是我身旁的亲戚有怎么样，我亲人怎样，可是我觉得我以一个观众，其实以一个观众来看，我就觉得这个很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个感觉。那个也是发生在周遭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的身边可能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当下那好几场最后那几场戏都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印象深刻，一直到我在写这个歌写完了之后，我记得那一个礼拜我还在深陷那个角色的情绪里面，但倒不是说我无法抽离，不是深陷在角色，是我变成是以一个观众来看我演的，很奇怪，很不简单哦。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就是我不敢说演得多好，可是我就觉得是很真诚的，是真的很生离死别，然后那种整个感觉、整个氛围是让我觉得也感动的。被提金钟奖啊啦，你看也不敢这么说啦。但是我真的像连我老婆她看一看，她就让我在写歌，我在我的小房间写歌，她就跑过来了，她就走过来，她在那边留言，我说你干嘛？她说。好感人哦！我说你是有病是不是？这是演戏啊？你怎么这样？没有，就是反正夫妻都会斗嘴啊。他说他看了好几次，因为他比较喜欢看韩剧。是，我说你韩剧都没有这样重复看，你这几个画面，你都一直重复看。从我在住院要跟朋友，然后跟我爸妈，跟他们笑，跟他们讲，就是他们也舍不得我，可是我又要跟他笑的去说，爸妈，你们不要这样，我会走不开。对呀，会走不开，我都要做宣传了，你就让我去做宣传。没有，就是那当下那个情绪，然后他说非常好看，而且他觉得
他就一直不断反复在看，然后每次留言，我说。对呀、拜托伊就温柔的一个人呢，因为我有一次看那个，就是你们在介绍你们宝宝的时候，对，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你跟那个大乖，对，是两个人在介绍，我就觉得哇，这女生你们两个就天造地设的一对，是，谢谢，我男的帅，女的美，然后又那么的温柔，谢谢，然后老公也很温，对不对？对哈，真的好棒哦，令人称羡。对啊，上面后尾拢弟弟家的，老天爷待我不薄。哎呀，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支持文心，好不好？哈，好啊，伟哥转到等来对吧？转到等来，那首歌我想要登记一东西。对，那时候后来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要送给里面的我2位好朋友。这2位角色就是里面一家人2位好朋友张正凯跟叶小秋的歌曲。另外有一首歌《幸福在身边》，然后底心其实也是说他们这两位角色，也是这2个，但是这个是倒过来写的。怎么说倒过来写？我是先写我喜欢等一些东西，后来才生这个比较甜蜜的歌曲。其实那时候情绪沉溺在悲伤的情绪当中。那首歌好难写，我写了快1个月，我在星巴克做了6次啊，真的啊，一次都做4-5个小时。问题点在哪里？点就是在那个是比较甜蜜的歌曲，而且他讲的是郑凯跟小秋这2个角色从小是青梅竹马，玩到大，然后一直都把对方认定是好麻吉的，好兄弟，就是好朋友这样。可是呢，郑凯突然有一天发觉，他自己也喜欢他。哎呦，他觉得奇怪，不可能啊！但后来真的是确定，然后当然小秋也是啊，也是觉得不可能喜欢张正凯，都爱丢啊。对，他觉得他张正凯这个人很白目啊，然后张正凯觉得叶小秋这个人很笨啊，对，然后互相嫌弃这样。可是后来才发觉，其实2个都互相喜欢，日久生情了。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好底心逼的真谛。我那时候就才把它写出来。可是因为他应该一开始就要先写很好底心逼，是应该到后来，就是那个老板就是跟我说，你可以写一首甜的，不要写那么悲。我说好，哇，我在那边生了1个月才生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要求你要写甜蜜一点的。他就说你可以再写一首，我说 OK 啊，然后说但是你可以先写甜蜜的哦，是。好吧，就试试看啊。然后我就想这当时拍戏的里面角色的情景，所以那时候要把那个悲伤再稍微收起来，然后时光倒流到之前的那个角色的回忆，这样，所以才会写的比较慢一点，这样。不简单，还好写出来了。是呀，对，我以前唱歌手比赛，就是一路这样打拼，到现在自己创作不简单哈。对，其实我还蛮开心，也蛮感恩，就是老天爷让我这个机会。其实一开始我发行《天地》专辑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因为超偶大家都喜欢我歌唱节目比赛出来，可是那个热度其实持续没有很久，3个月后就后来个出册啊，个出2本册。但是那时候热度大家还是集中在下一届超2、超3啊，电视这个本来就这样，选秀节目就是这样，因为你就没有在节目里面曝光了嘛。那其实从节目出去才是残酷的世界，残酷的开始。但是不可否认，一段时间，也奠定了你这个很深的功力。对，那个基础怕料就在耶，因为每一个都毒舌。当然。然后后来我发行的《天地》专辑也没有到说非常非常的让家喻户晓知道，一直到我去拍戏，拍了《蒙甲耀辉》，然后里面搭了一首歌曲，我《天地》专辑里面的歌《三心两意》。才让大家慢慢认识，而且尤其是一些爸爸妈妈啊、阿公阿嬷才知道我是谁，然后演了《阿爸愿望》对哦，你看，就那个年龄层就更广了，一个来啊，你来看。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知道我是从歌唱节目，可是歌唱节目毕竟它就是一个族群，可是全方位。你那个广告也很红啊，干不是？你说哪一个广告？不是我拍了一个广告。你说啤酒前2年，对啤酒那个广告啊，对不？是，对啊，所以你看多元管道呢，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境遇也很不错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老天爷可以给我这个机遇，而且可以让我一直演戏，没有发片。这2010年到2015年，将近快5年的时间，大家其实如果你没有拍戏，你要等着发片，其实可能现在文心没有办法坐在这边，大家也忘记你是谁，顶多只会说
哦，你说超哦，那个黄鸿兴，哎，的人都无去啊。牵你的手，徛用你的身边，问咱是毋是做过啥物？爱情的锁匙藏伫咱的心，原来幸福伫身边。春天的花蕊，唱着恋爱的歌词，花蕊迷人的香味，谱成甜蜜的天气。心目中的伊，即马到底伫倒位？时间甲幸福袂为阮停止。想你，怎样无言无语想你？明明我对你无遥无期。幸福，原来幸福无伫天边。伊看着阮的日子，拢毋捌离开。牵你的手，徛用你的身边，问咱是毋是做过啥物？爱情的锁匙藏伫咱的心，原来幸福伫身边。春天的花蕊，唱着恋爱的歌词，花蕊迷人的香味，谱成甜蜜的天气。心目中的伊，即马到底伫倒位？时间甲幸福袂为阮停止。想你，怎样无言无语想你？明明我对你无遥无期。幸福，原来幸福无伫天边。伊看着阮的日子，拢毋捌离开。想你，怎样无言无语想你？明明我对你无遥无期。幸福，原来幸福无伫天边。伊看着阮的日子，拢毋捌离开。牵你的手，徛用你的身边，问咱是毋是做过啥物？爱情的锁匙藏伫咱的心，原来幸福伫身边。原来幸福伫身边。许仁杰还帮你合音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现在超偶你们是很团结，对不对，对？很团，所以大家都会互相嘛，而其实且他还唱了很多大爱的歌曲，哎。对对对，他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对哦，歌但是唱的是你雄厚啊，没有啦拉就是对耶，我的天对哪啊！所以我说我还蛮幸运，哦还有戏剧这一块在支撑着是我，让大家不管是以前超偶比赛，发片天地的我，或者是在演戏当中从戏剧
认识黄文兴的，我觉得都是有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文兴其实他不管是演戏或是音乐作品都是非常努力的，可以重新认识我。听伊安尼讲，啊，你看伊即马坐伫遮是足轻松的，其实伊家己做足侪努力拍拼。人可能夜暗人早早就9点外10点就咧困啊，伊毋是3更半夜还伫遐咧创作，敢若一首歌幸福伫身边，还做1个月，然后不断的修改。是，所以前面3首歌，包括第2首歌，你看思念成沙，思念成沙，对吧？思念成沙。迄首歌虽然毋是你家己的创作，但是安尼连续听落来，迄个感觉都是安尼，互咱有感觉哦，这规个专辑足好听。对，就是感觉会很像大家在点一份套餐一样。对，真的就前面我喜欢等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像前菜嘛。那虽然那个前菜比较淡了一些，可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前菜，会让你听了之后，觉得听整张听完了之后，再回去开始听，不会说落掉它。对，所以呢，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欣赏这张专辑？我跟你讲，免伤有压力。咱都是听，对啊，买正版的，对，因为下载有的时候音不太好嘛，音质也不太好，对吧？啊，你大细声嘛不一定，但我们就买正版的。你像阿文安尼哈，我伫大饼扫的时阵，过年前大饼扫会当听，开车伫车店买当听，咱伫电脑内底播买当听，随身收音机安尼甲听嘛，真好听。那其中呢，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是用8人弦乐哈，迄首歌嘛讲一个呢，你讲迄个新曲的祝福是？对，啊，不过就毕业啦。其实新曲的祝福，伊是写爱的摩卡，迄个老师写的，迄个老师写。哦，阿姨落差真大哦。这老师19岁、20岁呢。啊，这少年啊。对，他也是创作能力蛮强，教创。这属这 K， 阿姨就有坚持吼，为什么一定坚持爱8人弦乐？8人弦乐就是为着要互伊这个指甲规个卡出来，啊嘛互伊这个歌曲较大班，较大把安尼都对，迄个音乐。想好爱你心中，你离开我无人相挽，感情像风来去去，无踪，想伫你的心中，剩你家己，爱你自己。心对你走，你无所谓。爱藏心中，为你心伤。咱的有缘无分歹错，悲伤啉着目屎时阵，强要当喘开，失去了爱的运动。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亲像风。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起你听起乌索的愿望，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亲像风。从今以后的我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缘的牵着伊的手，爱幸福。心对你走，你无所谓。心伤，咱的有缘无分
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愿你继续来去去亲像雨，从今以后的我心的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永远的牵着伊的手，你爱幸福。弦乐吼，咱现场伫咧听，甲咱的电脑音乐分出来就是无共款，对，扭出来就是无共款。迄温度、温暖，迄就是拢无共款的物件。对，虽然是即首歌较悲伤一点嘛，但是你甲听伊内底关于我，就侪家己电视看到你伫咧演出哦，毋管是有感冒无感冒，听起来迄种的感觉就是真的很棒。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继续甲咱支持，今仔听遐尼一首歌曲，也特别的感谢咱的文心来到咱胜利电台乡亲你好的节目，我们要祝福他事业蒸蒸日上，新的一年狗年鸿运当头，请甲掠袂掉呢。然后那有机会再个登来咱胜利电台，好不好？好，祝福我们的文心加油咯！谢谢。OK， 来最后来安排文心甲我讲，伊就介意一首歌，伫这10题当中有一首歌为你心痛。为你心痛，这首较特别，因为这首这个尾仔的时阵，我甲老师讲，那因为若是甲做，可能会重复感觉相共。我就甲讲。啊，无安尼啦，这首歌做英式摇滚的风来做，感觉来做，我感觉会较无共。老师拢会听你的哦。无啦，就讨论啊。伊讲我讲老师会当做，伊讲啊，你也敢做我就做啊。安尼吼，你正常台语要做英式摇滚，可能较无共款，真正会较特别啦。对，但是我讲我嘛坚持讲不要紧，咱就做，因为安尼规张专辑的每首歌较袂小踏掉了，对，所以10首歌内底哈，没有一首是重复的，包括也本属一种的嘶吼的声音。再次谢谢文心，咱来听歌，为你心痛，祝福你，谢谢。目屎已经流
愿守伫这。